冷氣通冷氣保養全面清潔，慳電降溫更高效。香港夏季悶熱潮濕，冷氣機幾乎每日運作。但你有冇諗過，長期使用的冷氣機其實需要定期保養？冷氣通提供專業的冷氣保養服務，幫助你延長機件壽命，提升製冷效能，慳電又環保。為什麼冷氣機保養非常重要？無論你係住宅、辦公室或商用戶，冷氣機保養都係不可忽視的日常維護。冷氣機內部積塵、滴水、氣流減弱等問題，若不定期保養，會影響健康及冷氣效率，導致耗電量上升，甚至需要昂貴維修。冷氣通提供的一站式服務，冷氣保養、全面檢查與清洗，保持最佳運作狀態。冷氣機保養技師到戶檢查製冷系統與風扇運作，冷氣清洗、深層清潔爐網、散熱器、冷氣安裝、安全快速，支援多種機型。冷氣檢查，正確診斷故障，預防未來損壞。實用技巧，如何自行簡單判斷冷氣是否需要保養？冷氣送風變弱，涼風不明顯，運行時出現怪聲或震動，機身滴水或有霉味，電費無故飆升，超過6個月未清洗或保養。如果有以上任何一項情況，建議立即聯絡冷氣通進行保養冷氣機服務。冷氣保養服務流程圖：預約服務，即日安排技師上門保養冷氣，完成報告，常見問題解答。FAQ： 幾耐應該做一次冷氣機保養？ A. 建議每半年進行一次，或使用頻繁者每季一次。Q. 冷氣保養包含咩項目？ A. 包括檢查、清洗爐網、排水系統、檢查電路、風扇及製冷功能。Q. 保養冷氣機幾耐完成？ A. 一般家用冷氣約30至45分鐘內完成。Q. 可否即日安排保養冷氣？ A. 當然可以，我們設有即日上門服務。Q. 有冇提供中央冷氣或商用冷氣保養？ A. 有的，冷氣通技師具備相關資歷。Q. 保養冷氣時會唔會弄污環境？ A. 不會，我們會使用防塵布及清潔工具保護現場。Q. 做完保養會唔會提供報告？ A. 會的，我們會即場提供簡單檢查報告。